Konnichiwa，今次帶大家去福岡玩6日5夜。有 follow 開我哋嘅都知道，我哋係會去啲近郊嘅地方，好少留喺市中心㗎。一齊嚟睇下呢6日有咩玩啊！第一日到埗已經係下晝5點幾鐘啦。為咗慳返一日租車錢，我哋今晚決定住喺福岡市，食下串燒，周圍行下，唞足精神。聽日先至係正式出發。食完正餐，梗係要依埋甜品嗰個位啦。呢間鋪頭我都唔多介紹啦，相信好多人都已經認識。有興趣嘅，你哋自己上網 search 呢個名就會知道個地點噶啦。是日重點推介，今晚嘅酒店只係600幾蚊一晚，仲有私人風呂。想知邊間？留言問我，我先至話你聽。嚟到第二日，租完車出發。唔使咁大雨啊嘛？不過好彩，我哋一早 plan 咗係去 Outlet 行街，之後就會再去下關住溫泉酒店食埋河豚料理，咁就一日噶啦。由福岡市揸車去北九州 Outlet 大約1個鐘頭多少少，仲要今日係星期5，冇乜人，非常好行。而呢個 Outlet 呢，會係連住隔籬個 AEON Mall，如果鍾意行街嘅可以行足一日啊！介紹返，要去下關就要經過關門橋，呢條橋係以前東洋最長嘅一條橋嚟㗎。而下關呢，以前曾經叫做馬關，呢個地方見證住喺清朝甲午戰爭後所簽訂嘅馬關新約嘅發生。有興趣知道歷史嘅，你哋自己上網查下啦。事不宜遲，我哋即刻嚟個 room tour 先。間房唔算好大，亦都冇浴室，但係一啲好基本嘅設備都已經有齊晒，而且間房仲會附送一個露台，可以望到一望無際嘅大海景。雖然望出去真係有少少似青馬大橋嘅。參觀完間房就到今晚嘅戲肉河豚懷石料理。雖然喺日本嘅其他地方都可以食到河豚，例如有東京同大阪。不過你又知唔知道河豚嘅發源地其實係喺下關㗎？而我哋今晚呢個套餐亦都會有專人即刻煮河豚雜炊，一路煮一路介紹你聽究竟個食法係點樣樣。今日嘅行程就係會去塘戶市場，本身就會去埋赤間神宮嘅，不過路經嘅時候就發覺唔見到有停車場喎，所以之後就直接落去門司港啦。而喺門司港嘅時間，我哋逗留只係大約2個鐘左右，因為我哋仲要揸個半鐘頭車落返去潮倉市。潮倉市仲有啲景點可以睇㗎，有蒸餾所啦、三連水車同埋鳥居，之後仲會住埋溫泉酒店。之前提及過甲午戰爭，所以喺下關唔同嘅地方都會見到大炮呢啲歷史遺跡。而我哋今日好似仲見到隻軍艦喎。喺度最出名嘅市場就係塘戶市場啦，而家係朝頭早8點45分。到咗9點半，響起鐘聲，所有鋪頭一齊開門。喺塘戶市場入邊都有好幾間同類型嘅壽司鋪，不過呢間好似特別多人排，我就即刻楊師奶上身，唔執輸啊！佢每件壽司都係平時嘅1.5倍，超飽。之後我哋就嚟到門司港，而家大家見到嘅就係門司港車站。佢係採用新文藝復興風格嚟建造而成，而且係用木做添㗎，係咪估唔到呢？
門司港曾經係興盛一時嘅國際貿易港口，喺19世紀同中國等等國家有貿易來往，所以就成為咗國際貿易樞紐啦。如果你係鐵道迷，呢個地方你千祈唔可以錯過。一入門口就會見到由明治到昭和時期嘅客車。展館入邊亦都擺放咗好多唔同類型嘅模型、歷代制服同埋其他資料嘅，而且仲有得試下點樣揸車添。有興趣嘅快啲入去睇下啦！行到攰攰地，仲可以搭呢一架觀光列車朝豐號，車程大約10分鐘左右，唔算好長，不過都可以幫你慳返啲腳骨力，睇下附近嘅建築物。喺門司港呢個地區，你會發覺有好多用紅磚頭建造嘅建築物，其實佢哋係以前舊門司港嘅時代象徵嚟㗎。另外喺度仲有一個好出名嘅景點，就係南翼橋啦。南翼橋一日係會開合6次，主要係俾啲船隻由關門海峽入嚟門司港㗎。當條橋閂返埋嘅時候，我哋就可以過返去對面岸啦。行下，仲俾我哋發現咗有個跳蚤市場，原來唔係成日開㗎，咁樣都俾我哋撞到，真係好彩啦！終於嚟到潮倉市啦。第一站我哋去咗新道蒸餾所，佢最出名呢，就係2025年參加世界威士忌大賽之中，有5個批次都全部獲獎。如果你對威士忌有興趣，不妨都可以嚟呢度參觀下。3分鐘嘅車程就會去到三連水車。三連水車係日本最古老嘅工作水車，而家仲用緊㗎。但係因為依家係3月，所以唔會轉。6月嘅時候打開水閘，佢就開始運作㗎啦。之後我哋就去埋浮宇渡河神社睇埋千本鳥居。如果由山腳行到去山頂，總共要行300級樓梯。喺呢個神社總共有91座鳥居。如果你係揸車嘅，你可以慳返啲腳骨力，慳咗200幾級，因為停車場就喺上面咋。今晚就住喺玄學溫泉，而沿路會見到一大片油菜花田。而家3月份正值係油菜花滿開嘅季節，通常油菜花係開到4月頭左右，之後就到櫻花季節啦。泊好車之後，而家就同大家行下間房先。今晚同尋晚間房都係一樣，2000蚊2個人，包早餐同晚餐。但係最唔同之處就係今晚呢個有沖涼房，而尋晚嗰間一定要去大浴場沖涼。而今晚嘅懷石料理主菜就係和牛啦。我唔客氣啦，いただきます。食完個甜品，返房休息咗一陣，跟住我哋就去梳乎啦。我哋個 package 就包咗一次家族風呂，咁我哋就揀咗岩石洞穴風，俾大家望下個環境。下一集我哋會去埋柳村同埋覓島，捐窿捐罅揾嘢食揾嘢玩之餘，仲會去埋人氣景點。如果鍾意我哋嘅分享，記得俾個 like 鼓勵我哋，同埋 subscribe 我哋個 channel。下次再同大家避開市區玩更加嘅景點啦。